同大家分享被併購政府救助概率分析。喺美國四大銀行裏面啦，我哋睇到富國銀行佢嗰個獨立生存概率係最低嘅，得30%嘅，而被併購嘅機率講緊係70%，係高度依賴政府救助嘅。咁潛在嘅拯救方啦，或者併購方會係由摩根大通去出手啦。咁嗰個觸發條件講緊話，可能當佢個股價係低過$35啦，而佢嗰個不良貸款比率講緊係超過1.2%嘅。咁我哋亦都大概做咗個分拆嘅推演啦。譬如將佢個零售銀行業務大概估值1500億嘅，就分拆出去俾摩根大通啦。而商業地產咧就賣俾其他嘅投資機構啦。財富管理咧亦賣咗俾呢個道富銀行咁樣。